义护研讨会为了听出青年声音，提供丰富有创意的思考。今年南青论坛加公共议题提案比赛，第3月29青年节即天盛大举办颁奖典礼。主办单位对20组参赛队伍当中选出8组，由副市长赵庆惠予以颁奖鼓励，成为展现青年公共事务的活力加创造力。青惠跟我们之间互动里面最能够影响政策的最短的距离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青年我们的南青论坛还有这个提案的部分呢，将来都要做更多的交流，跟让这个年轻人跟我们的公部门不要脱节，而甚至把他们的创意融合在我们的政策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是最感人的地方。活动挑选公共议题提案金奖的团队郑德平、马家 YouTuber 吴祥宇以及市府青年委员郑富芳，以青年的观点来分析交通议题，嘛好担任公职20几档的交通局基建摧毁热情。我们会需要考量到说，政府单位现阶段他们更好实行的，还是说呢，我们可以再往未来性拉一点点，然后试着让这个政府单位可以觉得说，还可以试试看，然后去中间可能达到一个协调。所以我看到的是我们青年对城市进步，他对未来的一个想象。我觉得这跟我现在接触的业务上面临很多人每天告诉我，停车格位不足，他生意不好做。我觉得发现真的这个国家是有希望。112年公共议题提案，除了上打进生活的交通优先，要青年人甲原住民长辈交流，以及幼儿教育等等，成为青年公共参与的行动力。今日新闻阮籍采访报道。